我翻工嘅途中經過西貢，就俾一個毒駕司機又撞到，所以就失去咗右腳，行唔到樓梯，跑唔到。當初我第一次整呢隻腳，我覺得自己生翻隻腳出嚟咯。呢個唔係講笑，係真係噶，好實實在在 feel 到自己有翻隻腳喺度咯。大家好，我哋係九龍東醫院聯網義肢矯形師。我哋義肢矯形師為病人度身訂造義肢及矯形器，我哋會喺多方面為病人進行評估，我哋會為病人選擇最適合嘅義肢。醫院其實 support 咗俾我好多嘅，醫生啊、護士啊都好多，我復康之路都比較順利嘅，都係一步一步醫院幫我慢慢 set 先至有今日咯。負責我嗰位陳姑娘係有呢個資格同埋知道點樣 set 呢隻腳咯。針對唔同型號嘅智能義肢，我哋團隊係需要進行相關嘅培訓，先可以取得裝配佢哋嘅資格嘅。智能義肢配備咗微型嘅電腦處理器，佢唔純粹係提供支撐俾病人，佢可以預判到截肢者嘅生活習慣同埋行動嘅模式，確保病人嘅每一步都係最安全。其實每次去都辛苦啊！我最記得就係陪我行樓梯，喺出邊好熱咁喺啲斜坡度陪我練行咯，跟住再慢慢調節咯，都頗長嘅一段時間。我同醫院嘅關係，包括陳姑娘，其實都已經超越咗同行嘅關係，感覺好似屋企人咁樣咯。真係衷心好多謝醫院啊，陳姑娘幫我好完美咁 setting， 跟住令我可以做到有好多我自己想做嘅嘢，感覺好似變翻正常人咁咧。幾年前開咗一間社企餐廳嚟定期派飯俾啲老人家，同埋幫助一啲同我嘅同路人咯。